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0月1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2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31天。过去一天里共发生190次战斗。布良斯克州方向，昨天卡拉切夫地区遭到无人机和导弹的联合打击，密集的无人机群先是分散了俄军防空系统的火力，接着2枚乌克兰国产的海王星导弹呼啸而至，当地的军工厂被击中，随即燃起熊熊大火，在夜间看起来尤为显眼。波克罗夫斯克前线多部罗皮利亚突出部俄军几条主要补给线都被切断，位于突出部的包围圈底部的新托列茨克如今已经成了俄军的坟场。近日来，俄军试图打通2个包围圈链接的援军，通过这一狭窄地段时，不断遭到乌军无人机的狠狠打击，损失惨重。10月8号，乌克兰侦察机见证并拍摄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俄军又一次僵尸袭击，一波又一波的俄步兵穿过开阔的田野，完全暴露，没有掩护，没有战术，想不被发现都不行这些俄军遭到了乌军第7空突旅的打击，伤亡惨重。根据德国的《世界报》报道乌军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俄联邦安全局基地，说2枚导弹准确击中目标，第3枚落在100米外，袭击在现场造成一个15米大的弹坑，建筑物被彻底摧毁，伤亡人数暂时不详。也就是这个乌军的火烈鸟导弹这个打击的效果是相当的不错根据乌克兰方面报道在克里米亚前线，昨天凌晨3点刚过，塞瓦斯托波尔港口方向传来密集爆炸声，火光将天空映红。塞瓦斯托波尔市民在社交平台爆料，揭开了这场突袭的序幕。据多方信源核实，乌军此次动用10架海里自杀式无人机，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母港发动精准打击，3艘俄海军巡逻艇在袭击中中弹起火，甲板浓烟滚滚，现场救援画面在网络快速流传。更有媒体报道说克里米亚大桥再次遭乌军轰炸，这已经是俄乌开战以来这座大桥第3次被炸具体的这个损失情况炸毁情况恐怕要进一步核实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9号表示，乌克兰已成功联合使用国产海王星导弹与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据悉，火烈鸟巡航导弹射程达3000公里，已进入量产阶段，而海王星导弹也已成功用于对地攻击，未来射程可达1000公里。泽连斯基强调说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完全依靠本国的武器系统完成，也就是泽连斯基已经声明了，最近打击俄罗斯的这些目标用了乌军自己研制的海王星以及火烈鸟与远程巡航导弹，也就是俄罗斯人这下有福了乌克兰人自己现在计划是1个月生产200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在乌军这个海王星火烈鸟导弹以及远程这无人机的打击之下，乌军总参谋部证实乌克兰军队夜间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处理厂之一和一个重要的石油调度站，袭击目标是伏尔加格勒地区的科罗布科夫斯基天然气处理厂和叶菲莫夫卡调度站，这2处设施对俄罗斯南部天然气和石油运输至关重要，均发生了爆炸和火灾。根据俄罗斯叫丘明州方向的最新信息，乌军所说的袭击了丘明州一大型炼油厂得到证实。现有进一步消息说该炼油厂距离乌克兰的边境距离不是2000公里，而是2600公里，是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最远程打击，刷新了新的世界纪录。事发当时，俄罗斯防空系统并未启动，甚至都没有拉响空袭警报。这个很有可能因为俄罗斯人根本就没有想到乌军能够打这么远，根本没有做任何预防。乌克兰无人机成功袭击了位于罗斯托夫州马维特耶夫港俄罗斯油库这个油库也在乌军的打击范围之内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说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并帮助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将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些导弹射程达到1500公里以上，足以让乌克兰深入俄罗斯腹地。特朗普表示
他差不多已经做出决定，但希望乌克兰明确如何使用这些导弹。就是现在泽连斯基啊，现在在催这个特朗普啊，赶紧啊做最后的决定。有可能啊，乌克兰要提名特朗普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而这个欧洲议会网站公布决议称啊，欧洲议会呼吁西方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无限制的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欧洲议会决议写道，欧洲议会强烈敦促所有欧盟成员国立即向乌克兰提供额外军事援助，并参与联合采购更多武器装备，特别是防空系统弹药，呼吁取消对乌军使用西方所供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的所有限制。而这个美国驻北约大使马修·惠特克他说美国拥有尚未在乌克兰投入使用的强大的能力，能够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给敌方造成任何严重破坏。他在发言说部分系统可能移交乌克兰，这或将改变战场态势。但他同时表示普京迄今为止未展现任何谈判意愿。这说明特朗普恐怕对外放风要给乌克兰援助战斧导弹而且允许战斧导弹打击除克里姆林宫之外的一切目标，实际上还是想给普京施压，看看普京接不接招。目前看普京准备硬到底这个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将损害俄美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说美国向基辅政权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可能加剧对抗并破坏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进程。扎哈罗娃指出如果没有美国军人直接参与，乌克兰就无法使用这种导弹。一旦美国政府做出提供该导弹的相关决定，不仅会导致对抗升级，还将对刚恢复双边对话的俄美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他敦促美国保持克制，我们希望华盛顿听见这些警告。搞得好像美国确实求着俄罗斯一样，害怕俄罗斯跟他翻脸了。德国已出资向乌克兰供应约3万枚非制导和3000枚制导70毫米航空火箭弹导弹。此外，得益于这笔资金，乌克兰10架米8直升机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配备了19个美制泰雷兹导弹发射管，让飞行员不仅能够发射老式苏联 S-8 非制导导弹，还能发射更有效、更现代化的弹药。这个德国现在这个总理莫尔茨对乌克兰的援助呢是尽心尽力但是很遗憾，德国的前总理这个默克尔现在突然出来乱咬。德国前总理默克尔10月5日在访问匈牙利期间接受该国媒体采访，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默克尔将俄乌战争爆发的原因归咎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拒绝跟俄罗斯妥协，引发欧洲一片哗然和强烈的批评。这个默克尔宣称他在2012年6月就意识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再认真对待明斯克协议，因此默克尔试图建立一个新机制，能让欧盟与普京直接对话。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担忧欧盟对俄罗斯政策无法统一，因此不支持建立这项新机制。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默克尔无法前往莫斯科代表欧盟与普京谈判。最终默克尔卸任德国总理，俄乌全面战争爆发。我怎么感觉这个默克尔这一套说辞听着那么熟呢？不就是特朗普的说辞吗？那意思就是默克尔如果对吧直接继续当总理那这个战就打不起来，对吧？这是舒尔茨的战争，不是默克尔的战争，对吧？这是梅尔茨的战争，不是默克尔的战争，不就这意思吗？这特朗普的贯口也说的太多了，默克尔也学会了，发现这玩意儿好用对吧？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实际上普京敢于侵略这个乌克兰，敢于这么蔑视北约，不拿北约当回事，这中间呢可以说第一责任人就是默克尔。默克尔一上台之后因为默克尔是东德出来的干部，天生的对俄罗斯对苏联就有好感。他当总理以后是要把俄罗斯融入欧洲，哪知道俄罗斯是个毒丸，你想把俄罗斯融入，俄罗斯还想把欧洲吃下去。所以在他的任上，对吧，修什么北溪2号，对吧，跟俄罗斯合作，在俄罗斯投资，拉拢俄罗斯。我记得特朗普是坚决反对那个北溪1号2号，有印象就是不愿意这个俄罗斯跟欧洲走得太近，去那个用能源绑架欧洲。特朗普当然了，他也有他的小算盘，他希望这个欧洲都从美国进口那个液化天然气还有石油，对吧？这也是他小算盘之一，所以他坚决反对修。
北溪2号，结果这个德国人呢一意孤行，德国人无非就是没有看过农夫和蛇的故事，把农夫和蛇的故事又演了一遍。普京认为德国离不开俄罗斯的能源、天然气廉价的能源，所以他已经控制了德国。德国一控制，那法国、英国差不多也不足为虑，欧盟其他国家就瓦解了，北约根本就不团结，所以他才敢悍然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对吧？他先拿下克里米亚，看看国际社会反应，结果一发现天下英雄唯普京与尔，那根本就不拿这个什么德国、法国、英国、美国这些元首当回事认为他们很年轻根本就不能跟普京相提并论，那根本就不尿的，所以才有后面10年以后的2022年，对吧？8年以后就直接全面悍然入侵乌克兰。我说要找责任人，默克尔应该负第一责任，没有他的绥靖，对吧？没有他这种喂饱这个俄罗斯哪有钱打仗，对吧？就他那小体量 GDP 才多少？不是德国，对吧？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各种合作，德国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德国的能源、天然气有60%是来自俄罗斯。大家都说大国支持俄罗斯，大国天然气、石油、能源只有15%来自俄罗斯，德国是60%当然了，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了。这个默克尔他在俄罗斯这犯了错误，对吧？这场战争跟他有莫大的关系，虽然不是他直接导致的，但是他的纵容、他的绥靖。默克尔是真的不懂普京，还是纵容普京？这个现在不好说。幸好他下台了，幸好欧洲更多的国家识破了普京的面目。所以说这个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默克尔下台了，如果默克尔不下台，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普京他也没想到欧盟如此团结，北约这个已经脑死亡的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的北约已经脑死亡，就实验室植物人了。结果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居然把这个植物人给治好了。欧盟更加团结了，本来是一盘散沙，现在除了这个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这2个小反骨仔，基本上是非常团结的。瑞典向乌克兰提供400吨渔网，用于防范俄罗斯制造的 FPV 无人机的袭击。根据消息，乌克兰已经将伊久姆至斯拉夫扬斯克之间的 M03 公路围罩起来，也就是这个印度这个瑞典真可以400吨渔网，用这个渔网在 M03 公路上搭起了一个防护的一个通道，就不用担心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的袭击了。欧洲媒体称比利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允许使用冻结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赔偿贷款。根据欧盟的说法如果比利时不愿意动用俄罗斯的这个冻结的资产的话，那么由比利时自己掏钱来认购这个债券，所以这个比利时压力很大呀。但是现在这个冯德莱恩提出来这个欧盟的债券募集资金给乌克兰，这个基本上除了比利时都同意了。那当然了，匈牙利不同意可以忽略不计，大头是比利时，因为比利时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最多，现在就看比利时权衡了。德国、法国都已经同意了，我想比利时很快恐怕就要同意。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已决定开始向乌克兰运送400多辆装甲运兵车和履带式货运车。这个意大利终于把自己很多退役的那些装甲车履带这个运输车统统的拉到这个库房，拉到修理厂修好以后统统的运到乌克兰战场。想明白了说这个麦当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坦普钦斯以个人名义向乌克兰捐款1500万美元，这是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的这个也是大手笔1500万美元。这个泽连斯基说我们珍视与捷克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感谢捷克在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目前的艰难时期给予我们的支持。我们正在努力使两国合作更加富有成效。今天我与捷克议会选举获胜党的领导人安德烈·巴比什进行了交谈，祝贺他获胜并祝他成功。巴比什先生赞扬了乌克兰人民在抵抗俄罗斯侵略斗争中所展现的勇气。我向他介绍了我们与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实现公正、和平外交努力以及当前总体外交形势。我们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举行私人会晤，讨论进一步的合作。这个巴比什据称他是特朗普的粉丝对这个援助乌克兰颇有微词。但是目前来看泽连斯基跟巴比什直接通了电话，马上要约着见面。我想这个捷克的这些政治家应该比那个匈牙利恐怕要稍微好点吧，毕竟唇亡齿寒，这是真的。如果不靠乌克兰把这个俄罗斯给顶住，你这匈牙利、捷克这一小国家，这对俄罗斯来说那是分分钟的事如果乌克兰都扛不住，你说东欧这些国家哪个能扛得住？除了波兰还能对吧顶一顶。我们再看这个普京与
10月8日至10日对这个塔吉克斯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个普京在这个杜善别啊，要进行一系列的国事这种叫会晤吧，就对其他国家，以及参加第2届俄罗斯中亚峰会和独联体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访问期间，普京还将与多个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实际上这个普京参加这个什么独联体会议，有什么中亚峰会，真是多此一举啊！也这些组织和机构已经是植物人了形同虚设，形成实亡。在这个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公开承认，去年12月导致38人遇难的阿塞拜疆航空客机坠毁事故是因俄军防空导弹误击所致。据美联社报道普京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善别出席俄日中亚5国峰会期间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他说俄军当时发射防空导弹拦截乌克兰无人机，却在客机附近爆炸，导致悲剧发生。普京向阿利耶夫表示，俄方将追究相关责任人，并向遇难者家属提供赔偿。大家想一想这个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俄罗斯什么时候主动认个错还赔偿，说明什么？实际上说明俄罗斯不行了，真的是顶不住了。现在家一结不一结，赶紧跟阿塞拜疆搞好关系。这阿塞拜疆在后面捣鼓铜的，对吧？这个援助乌克兰他也受不了你想普京已经扛了10个月都不道歉，就当没这事，结果今天才道歉，才要赔偿，说明什么？说明他真的是不行了，扛不住，认怂吧。如果说普京负责任的话，那个第一时间，对吧？这个空难调查结束，人家马上就道歉了，我来赔偿，对不起，对吧？是误击，责任在我，不就完了吗？他拖了9个月才承认，这就说明他不想承认，但是被迫承认，这凸显俄罗斯已经不行了，今非昔比所以你说普京才会跑去参加什么中亚峰会那什么独联体会议，那玩意儿不就是耽误时间吗？就是吃席去了。俄罗斯那么忙，哪有时间呢？所以说普京不得不面对中亚，面对这些国家，不得不维护，对吧？再去讲故事，再去忽悠他们，还要拉兄弟一把，不能看笑话春晚吃行对吧？美帝把我打败了，下一个就是你们那问题来了普京说要追究这个人的责任，那追究谁呢？我记得当时是在车臣上空车臣的首都，对吧？那个阿塞拜疆航空是要降落在那个车臣的那个机场，结果车臣人以为这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对着发射2颗导弹那这个要追究车臣总统卡德罗夫的责任吗？会不会成为普京要拿卡德罗夫的这个左右手开刀，就是不能直接，对吧？办这个卡德罗夫，那也办一下卡德罗夫身边的人，来震慑一下卡德罗夫。借这个机会这个福布斯杂志报道他说未来可能会有多达25000名古巴志愿者加入俄罗斯军队。然而，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与朝鲜军队的情况不同，大量招募古巴公民加入俄罗斯武装部队存在一定的风险。古巴已成为继朝鲜之后向俄罗斯提供兵力支援的第2大国家。尽管古巴政府否认参与招募，但这么多古巴人加入俄罗斯军队很可能是政府行为，至少得到了默许。实际上这个是好事也是坏事俄罗斯这战争把朝鲜拖进来了，现在把古巴也拖进来，这个到时候一勺烩随着俄罗斯的解体这些国家必然会受到拖累，一样的要为此付出代价，对吧？现在对俄罗斯来说已经大势已去大局已定，不是你从古巴搞个几万人来就能解决。根据这个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援引彭博社的报道，他说因为乌克兰无人机对炼油厂的袭击，迫使俄罗斯将更多的原油转向出口终端，所以过去4周俄罗斯原油海运出口维持在接近16个月高点的水平，也就是自己的炼油厂炼不了了，只能通过这个幽灵船队往出运。报道称，俄罗斯港口4周平均出口量达到了每日357万桶，仅比2024年5月的峰值低约8万桶。出口增长的背景是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仅在过去2个月就攻击了俄罗斯欧洲部分至少15家炼油厂。那俄罗斯把这些自己炼不了的油那肯定只能加大出口，它的汽油柴油都不够，又得从国外买，对吧？3块钱卖出，30块钱买回来就这么个意思。这地主家也经不起这么耗跨国公司摩根大通评估称，由于这些袭击，俄罗斯原油加工量已降至每日500万桶
桶以下，为2022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这一下降伴随着原油出口的急剧增长。大家知道吧？原油出口它这个上限是47美元一桶啊，这是制裁，无论2个印度啊买的话都是这个价格。自8月中旬起的4周内，出口量增加到了约50万桶每天。报道指出，如果对炼油厂袭击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将无法把更多的原油转向出口，因为其出口终端的备用产能非常有限，也就是它的码头、它的输油管道、它的这个泵站啊，都会遭到乌军的打击。说彭博社观察到，在3大可能接收来自停工炼油厂原油的港口中，波罗的海普里奥尔斯克港和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港目前已接近满负荷运转，而波罗的海的乌斯基罗加港虽然名义上具备更大出口能力，但全年出口量仍明显低于2024年10月的峰值。这意味着这3个西部港口每天仅有16.5万至26.5万桶的剩余运能。根据对不同原油价格波动分析，截至10月5号28天内，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平均价值约为每周14.3亿美元，较此前周期减少3400万美元。也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收入是越来越少，但是它的支出要增加，因为它要进口汽油、柴油，越渴越吃盐呐。这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顾问当然是伪顾问叫伊戈尔基马科夫斯基，公开在俄罗斯电视台上抱怨，他说这些乌克兰人简直是野兽，他们建立了积分制度，攻击我们的士兵和装备，然后利用这些积分获得更多武器来猛烈的打击我们。俄罗斯著名军事博主罗曼诺夫则称，俄军前线突击兵的平均寿命仅有12天。总体而言，俄军的突击部队正在减少，因为指挥官将他们视为消耗品。为了表明进攻正在取得进展，他们派出大量人员去送死。说第1天签合同被送往训练基地，第2天到第11天接受训练，第12天被送上战场。在战斗激烈的地区，即便是最好情况下，在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下，也仅有1半士兵能抵达到前线阵地。究竟是什么驱使俄罗斯人参战呢？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家人会得到赔偿，因为如果有人死亡，国家会支付一大笔钱，而这些家庭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多钱。包括古巴的这些雇佣兵都是为了钱来打仗，但是俄罗斯到时候有没有美元支付呢？对吧？付给古巴人这个卢布，古巴人要不要呢？10月8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俄美关系发表濒临崩塌的言论后，这个特朗普卢比奥、万斯，我不知道有没有被吓到，也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副外长里布亚科夫说了俄美关系到头了破裂，正是友谊的小船破裂，恐吓反正万斯、特朗普有没有被吓到咱不知道，但是俄罗斯的股市是应声下跌俄罗斯股市应声暴跌至3年来的最低点。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俄美两国间的关系架构正出现裂痕，且已濒临崩塌。这在拜登的时候不已经崩塌了吗？这老拿这个吓唬美国人干啥？这特朗普胆儿小，这一切的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如今这些裂痕甚至已经深入了根基。这番表态直接粉碎了外界对俄罗斯全面停止对乌战争的期待。里亚布科夫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份在阿拉斯加会晤形成的强劲的和平势头已基本耗尽。这个就是个笑话无非就是普京和特朗普两人逼这个乌克兰和泽连斯基投降而已，人家不投降，然后强劲的和平势头就结束了。本次俄罗斯股市的暴跌是俄罗斯经济近期遭遇了又一重大打击。这个由于俄罗斯在前线伤亡惨重所以导致俄罗斯国内的人口性别比例发生很大的变化。尽管克里姆林宫避免提及这一话题，但在乌克兰战场上剧烈损失正加剧影响俄罗斯。最新数据表示，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男女比率悬殊最大的国家，该国人口中 63% 是女性， 37% 是男性。俄罗斯很多偏远地区的人口正在迅速减少，诸如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自2022年战争爆发至今，该地区的比尔斯克市人口已经减少了近2000，这2000都是男性成年男性。公开数据显示，该市有3人死
在阿富汗，4人死在车臣，188人死在乌克兰。注意，这还是公开数据，不包括失踪人数。莫斯科时报报道称，因为在乌克兰严重损失，圣彼得堡火葬场即将成为欧洲最大的火葬场。为了建设欧洲最大的火葬场，要耗资2.07亿卢布，计划安装6台捷克的全自动化火葬炉，使得火葬炉的总数达到20台，每天最多可以火化240具遗体。看看俄罗斯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